为着让民众安心的台湾低认证标章，到当也有真侪问题。其实一寡大卖场甲餐饮店有打标章，但是无完全使用国产猪肉，所以政府即马要加强稽查。不过卡手有限，会当替咱查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咱来看详细报道。 标章、标示、产地注明，也有莱克多巴胺的注明，对猪店到冰厨，世界拢看得到。对去年讲要开放内地到即阵，民众敢会烦恼去食到食肉精？袂啦，毋惊。安怎？啊嘛是共款，伊都是反正都是检查有合格才有入来嘛，对不？嘛是食。我去美国吃的时候也不会管它是不是来猪或美牛。 所以是不会担心，就是吃到来剂。不会啊，火锅就会看标识了，因为你就是吃那个肉。看得到的肉，大部分拢有标示产地，不过看袂到的原料，像肉包、水饺、火锅料等等冷冻的猪肉加工品，有的只有写产地台湾制品，不过唔知敢有去染到进口吧。除非你真的买一坨肉，你要看一看，因为混合制品吃2个月完会怎么样嘛？不是说担心你自己吃多少嘛？因为我们去年是还没有开放进来嘛，所以民众不用恐慌。如果从今年1月1号制造的一个包装食品的话，就要依照规定来标示猪原料的一个原料的来源的产地。 卫福部爱民众放心，不过标示简单注明产地的来源，并无强制规范业者爱标明敢有含食肉精。那只可惜就是国家目前的标示，它并不是要求你标示有没有含来剂。猪只的这些猪肉的这个再制品已经变形或者变样，甚至加了很多的味道在里面了，所以你很难去辨别它到底有没有，更难了。 农委会也释出台湾猪的标章认证，不过进前发生大卖场和连锁餐饮店的业者，唔是100%使用国产猪，结果标章又是去互撤回，信用破功。卫福部也因此增加1/4的人力，全台湾100多人加强稽查标示。虽望政府针对标章标示风波当地补破网，不过会当悲观到什么程度，民间团体要是存疑。记者阿敏金田律师台北报道。